天青红色，兄弟的青年来，带给两间美满，心我转移的情归伴，我已经被烧得全都不变光。第二站，兄弟我存在，我今我小孩，安息伴奏微微天白。现在，天昏滔滔天蓝，你在天空不见后山，不知足啊，我都因为理想，我因你困叫人好烦恼，引起我心焦躁。一个牵住主笔等恼，亲像现在这哪里难对呀？我多到到北高，天地老月光，满我的竹林道，万里鲜花最高。这是上帝这是年代，嘛，咱逐个人拢有法度感受上帝伫咱的四周。我拄则有敢若发现，大家拢有啥开始，咱第二首来试着开口唱一下。第二首要练的是460首。我的信心嘛无定，无论咱会做什么，咱是上帝，互咱恩典，行做伊的儿女，耶稣基督拢会扶持咱，拢会带咱脱离一切的凶恶还是困难，但是咱爱有信心，咱爱渐渐来分我上帝。咱来练460首，我的信心嘛无定。我的信心那无定，我求。谁说魔鬼的力量，你得看我求，你得看我求，你得看我求，因为耶稣了我道歉，你得看我求。我的心那里面，你得看我求，因为我心我的娘，你得看我求，你得看我求，你得看我求。因为耶稣了我道歉，你得看我求。耶稣是天我，你得看我求。因为有领受我，你得看我求。因为看我
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领我到桥，伊要牵我手，耶稣看我做宝贝，伊要牵我手，伊要甲我到路尾，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领我到桥，伊要牵我手。咱唱这首歌，会知影上帝要牵咱的手，耶稣基督要牵咱的手，互咱行伫咱的道路。但是，咱的手要出去，咱的心爱透开，上帝要咱的心啊，咱心，进今仔日礼拜。大家再大家平安。礼拜要开始进行，请咱先检查咱的手机，咱后有声音的那个设条是个关闭。咱嘛用1分钟的时间安静咱的心，各位当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
佮对于教师仔讲，摇花个人用迄个团队交伫咱的手，迄所在一切徛起的百姓，伫咱的面前拢适当。这是请咱起立来念圣诗173首，上帝这是人在。圣诗173首，上帝这是人在。是咱用启用的方式，做伙来甲上帝会议。圣诗后面启用文第7篇，也是诗篇24篇。启用文第7篇，对甲其中所充满的，做声拢是要人话，伊种对建立海的顶面，一水会像野花的山，就是手存心无忘负价。叫人要得到野花的祝福，才会是找野花的作为。声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刚的王美丽，就是大配乱、大配力、大光明的野花。声门啊，举起恁的头。阳刚的王美丽，万本的野花。
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天顶的上帝，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何等有德的上帝。伫你定定的圣日，愿通进入你的圣殿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用是一个官兵听话，使阮的灵魂是满满的稳定，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享受永生的恩望。就是求你点净阮的心，帮助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让一切灵光归互你。透过今早起牧师宣讲上帝的信息，求你开阮的心，打开阮的耳孔，通晓望你的真理甲价值，感动阮的心，互阮的心得到安慰，心灵得到医治。对你的话，对你的话来得到光，这是何等水的祝福。互阮通看见上帝的智慧甲稳定。阮也勇敢来回应上帝的呼召。阮知虽然阮的肉体真正软弱，但是阮要靠主帮助，阮的内心嘛要立定忠心来跟着主，用家己奉献互主来使用。互主伫阮的内面尊主最高，以出三服侍。主你捌假是阮讲过，人若服侍我，就要缀我。我所伫的所在，服侍我的人也伫遐。人若服侍我，我会变得对着你。主啊，求你带领阮每一个人头前的路，引带阮教会进行这个大事工、宣教的事工。7月份要开始进行领导训练课，及教会1楼甲3楼房间的整地单位，添比顺路，由主来引带。或者的事要通诚做你的阳光，到永永远远。主啊，这是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你的名是，你的荣耀，你的旨意强，你的心存天理。阮的心能够下面阮的保护，阮的下面保护阮的人。我就从了一起，因为阮的人嘛，因国万民，因歌同行守，阿门。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上帝的话22约书亚记第2章第1到24节。约书亚记第2章第1到24节。人的囝约书亚对神灵暗中找2人做一下，吩咐因讲：你去看迄个地，甲耶利哥，因出去到一个冲起落后的厝，歇伫遐。有人报耶利哥王讲。看，今暗有以色列人来遮偷看这个地。耶利哥王差人去人遐讲，带来你遮伫你的厝的人，你就带因出来，因为因来是要偷看这个原地。有人将迄2人砍捌，就因讲，真正有人来我遮，总是因对倒落来，我毋知。日暗要关声人的事，遐个人出去，因就对因去倒落，我毋知。因紧紧去了，就了。总是有人已经传进厝顶，将所摆伫厝顶的麻果来砍伊。遐个人就按约旦一条路，约因到路口，约因的人一个出去，城门就关。2人还袂去困，有人就进厝顶，到因遐，对伊讲：我知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赏赐你，可因为恁的缘故，万拢惊。这所在一切徛起的百姓，伫恁的面前拢失纳。因为阮有听见恁出埃及的时，耶和华怎样伫恁的头前，互红海的水打去，甲恁怎样款待约旦以北边2个阿摩利王、西宏甲国，就是恁所必要的。阮一个听见遮的事，就是失胆，因为恁的缘故，逐个是不服气。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天顶的一个上帝。当我已经好款待恁，请恁以耶和华对我就全。要好款待我的老爸家，煞互我一个实在的记号。
要救活我的老爸、老母、我的兄弟，甲一切上因所有的，拯救阮的性命免死。两人因伊讲，你若无留下阮的遮的书，阮甘愿用我的性命替你到耶和华，到耶和华将即个地赏赐阮的时，要用主爱信心款待你。对安尼，伊用手去窗仔甲伊对落去，因为伊伫厝的，因为伊的厝起伫墙顶，伊也徛起伫墙顶；伊的厝起伫城墙，伊也徛起伫墙顶。伊对因讲，恁着上去山里，行了对了的人拄着你，着伫遐避3日，听候对了的人倒来，然后才通行恁的路。两人对伊讲，你甲阮所救抓的，阮即较无要为着迄个来犯罪。阮若到即个所在的时，你着将即条主案的锁放伫阮规落去的窗仔，也着像你的老爸、老母、兄弟，甲你老爸全家拢踮你的厝内。伊若出你的家，会问出家路，伊的死是厝的，无阮的罪。伊若甲你伫厝内的，若有人下手害伊，伊的死是阮的罪。实总是你若晓得，你若留下阮遮的书，就是甲阮救抓的，就你所甲阮救抓的，甲阮无干涉。讲，通照恁的话来行，对安尼，伊找伊去，伊就去。伊用主人的锁放伫窗仔，两人去到山里，踮遐3日，听候追着的人倒去。追着的人沿路找伊，也找无着。两人就落山倒来，过河到阮的囝约书亚遐，对伊讲起伊所拄着一切的事，佮对约书亚讲：耶和华可能用迄个全队交伫咱的手里，你所在一切徛起的百姓，伫咱的面前拢是打。圣经读到遮，伊早起咱要用讲经，太阳永远伫云顶，即首歌向上帝献上到了。
感恩求奉主的圣名，阿门。上帝欢喜的信心，咱讲上帝喜悦的信心，欢喜的信心。当然，迄个信心，咱一个分享，啥物是即个信心？信心就是咱看袂到的，咱永远会相信。代志还袂成，咱会相信迄个代志会成。这实在是真困难的一件事。所以，当咱即个小组团队即站差不多时间，大家拢咧查考约书亚记。牧师即几摆的分享要针对约书亚记，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来分享。当然，即个今仔日咱看到来到约书亚记第2章的时阵，至少咱会看到面对到的3个问题这3个真好咱来理解的问题所以牧师今仔日特别用规段第2章规段的故事，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要透过一个伫世间、伫咱社会同价值的人物对即个人物而且是咱拄则看纳帕的过程，甲伊安怎样听到上帝的名，伊安怎样知影伊的即个上帝的点理，这是真无简单的事，但是会面对着咱一个牧师咧讲的3个困难的难题啦第一个难题就是即个纳哈，伊暗卡摊咱讲摊子要试探的即个来看即个摊子我甲因交互亚利哥王派来掠因即个摊后来以色列人伫遐。即个功劳是啥人？是来拍即个人，即个古人这个真特别所以今仔日咱若用今仔日的话来形容即个人伊是一个咱讲叛国者。咱来看，当然咱就当看到即个故事，伊是叛国者咱讲食碗内洗碗大，伊是即款的人即款的行为对无？圣经竟然有安尼记载即个人的行为。安尼咁对，当然咱会当将即个咱国家嘛每一个国甲每一个国的中间即个来往交汇咱当然整个民族的主义咱若将即个民族主义即款的概念若无有限制咱讲有线上讲无限制即个民族主义诚做咱咧做代志即个判断价值观的标准的时阵。安尼，即个内涵的行为就是安怎？就是咱讲真正食碗内洗碗外所以即个诗篇第16篇有安尼来记载伊讲第4节用别个神代替了我因的忧苦忧愁，要加天。所以伫诗篇16篇第4节安尼来记载，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咱若设使用所谓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即个价值观来看，人其实咱当然咱会较我家己嘛，比如讲咱伫台湾，咱当然会较我台湾，也是讲咱用中华嘛，这整个区域的概念，比如讲血浓于水，即款的概念。但是若将民族主义放伫上帝面前。意思就是将第2章的角度放伫个上帝的角度面前，咱无得较就会歪错去。所以信仰真重要。咱的信仰真重要，所以咱无得较，若设使将这阵咱就会当通知影即个咱的国家的即个国会内面，就有无共款的即个党派当然无共款的党派。产生无共款对国家的概念的看法，咱当然咱会当通知影，这是真特别的咱的所在是真特别的所以咱若设使用民族主义的看待，咱就知影讲，其实地面上的政权，或者是国家，其实毋是绝对的，有一天这个拢会过去，
哦，较是有影，才人要救。所以咱应该爱接纳别人有无共款的政治理想的理念，莫将即个人即个政治理念无共款的当做咱讲对敌安尼来看待。这是咱爱有信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所以在讨论即个六合伊暗号迄两个摊仔的行为进前，咱先爱解说，互咱来了解为虾米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了后，咱若详细看是上帝的命令是啥？爱灭除消灭即人迦南人的，所有的迦南人拢爱消灭。所以一定包括咱今仔日读的一段耶利哥城的。上帝真残忍嘛？是毋是真残忍？我举一个例子，咱来用治疗感情来看。咱若治疗感情的原则就是想办法要消灭癌细胞嘛，对不对？咱要治疗感情，就是无论是开刀，还是切除，还是化疗，放射治疗，等等好，目的就是要除去咱身躯一切癌的即个细胞。但是，迄个癌的细胞其实嘛是咱身上细胞的一部分。所以，敢会有人感觉讲，开始家己身上的迄个癌细胞是一件真残忍的代志？我想应该袂有人安尼做。所以即个咧，咱就会当知影上帝的用意是啥物。所以上帝吩咐当时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阵，爱消灭所有的迦南人，因为安怎？有一句话讲：斩草不除根，安怎？春风吹又生。所以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迄个时代迦南人的道德败坏，非常的败坏。因的文化认为讲爱用婴仔生出来婴仔用火烧互因的心灵，诚做祭物，是宏观的属灵的表现。所以除了这以外，这个神明的这个庙内面养饲真多的神迹啦，记录的记神迹。从提供互查甫人满足肉体的欲望，所以真侪查某囡仔必须爱伫庙内面奉献因的贞操，为着是啥？讲要为着是服务神明。所以迦南人因敬拜是所谓的这个生殖之神，生出来的神安尼。所以因的宗教的仪式，就是爱甲这个庙基。公然伫遐进行迄个行为，得到迄个所谓因的神明的祝福。所以，伫创世纪15章13、10到10嘛，甲咱真清楚说明这个原因，为虾米上帝吩咐伫这个约书亚伫迄个时代爱消灭所有的迦南人的原因。这段经文就互咱会看到，也好对后壁来讲。你爱确实知影，你会叫会要寄去别人地去服侍遐个对人，遐对人要苦待伊400年，而且因所要服侍迄个方法要平反，后来因要带真侪财物对遐出来，你要享受大退休，平平安安回到你地做遐，互人来做到第4代，伊要转来到这个地，因为阿摩利人的罪孽还未满意，还未了。所以上帝无有伫阿伯拉罕迄个时代，就甲迦南地赏赐福因，反倒当是伫伊的子孙雅各的时阵，甲伊的全家带到埃及的所在，伫遐待400年，埃及人苦毒，煞接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咱讲得地为业，上帝为虾米要安尼做？因为阿摩利人的罪孽还未安怎？所以上帝互迦南人的对个人400年的时间安怎悔改？互因伫400年的时间，互因悔改，但是因安怎无悔改？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因的罪孽已经到，已经满。所以上帝这个大医生为着人类的好处来想象、来思考、来设想，所以伊动手术，除掉迄个破坏影响人文化的。咱讲肿瘤啦，
所以这是一个公义甲慈爱的表现。咱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咱就会当通了解。哦，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所以上帝要消灭尽这个迦南人，就敢若亲像医生设法要消灭这个病人顶悬、四周顶悬的这个癌细胞共款。哦，所以咱今仔日读的这段经文虽讲较长，但是真特别，哦，真特别。所以这个拉合的行为，就表示出，就敢若亲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咱知影讲这个一寡德国人的行为，哦，因反对希特勒侵略的行动，愿意甲这个同盟军伫遐采取一寡互遮的战争会当较早结束。所以，若对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当然这就是叛国罪啊，遮个。但是要避免更较侪人伫迄个战争的内面，做这个无辜的死亡，所以因的行为是会当人接受的。所以这是头一个难题，咱看到去解说、来分享。第二个难题就是伫经文内面咱面对到的，就是看到这个拉合，伊真特别伊用安怎讲白出的方式，对不对？欺骗嘛，用讲白出的方式来保护迄两个。这个探子，所以，耶稣为着一个好的动机甲目的，亲爱兄弟姊妹，咱敢会当讲袂出？好的动机甲目的，这其实是真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圣经虽然记载人类历史顶悬真实发生过的代志，但是无代表上帝一定赞同这款的行为。譬如讲，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因为撒勒袂生，带夏甲做伊的小老婆为伊来生囝。但是比较别是巴犯奸淫的罪，佮杀害乌利亚。敢讲上帝肯定这个信心伟大的人错误的行为吗？所以你看，圣经真清楚、真详细，伫遐记载每一个人的行为。包括犯罪的行为拢记落来，目的就是要教示咱爱超出上帝的拯救，因为咱是拢正软弱的，咱是有限的，咱是罪人。我相信这拢知，所以圣经对伫来较讲白出这件代志，其实圣经里面无任何的评论，无讲啥物，但是圣经伫遐来学了来合啥物款？咱来看头一段的经文是。记载伫以来在书十一章31节，基督拉合因为因着信，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无甲遐个不顺从的人做伙来对付。这是头一个。第二个是雅各书第2章25节，基督拉合接待使者，佮放因对别个路上出去大家都上出去嘛，毋是共款的因为这个因这行为来称义啊。所以圣经内面竟然有这两段，而且来讲这个基督拉合伊的行为是为着啥？上帝来感谢。所以圣经伫遮学了这个拉合的焦点是伊对啥？伊对上帝的信心。现在兄弟姊妹，咱重点爱搁调整一下。虽讲咱知影即个基督伫咧当时的地位是怎样款，但是伊对上帝的信心，甲因为伊信上帝迄个信心带出来的啥的行动，所以新旧约拢真清楚甲咱讲一件代志，讲白菜是无好的行为，但是拉合对上帝只有了解，伫咧当时，伊对上帝的了解其实是有限的明白，所以伊对上帝真理的原则其实会无清楚，所以伊敢若用一般文化习惯内面上简单的代志遐来解决，就是讲白菜这件事。所以咱就通知影，咱伫日常的生活内面，有时嘛会拄着安怎，甲咱讲所谓的好势价值，毋是。圣经内面真价值，咱定定用好势价值，
但是伫即个世代，咱爱搁较认真地，因为安怎伫六合的迄个年代，伊无认捌上帝，伊对上帝的真理是安怎有限。咱即马即个时代，所以咱会当用《使徒行传》17章30节的原则来回答即个问题。什么款的原则？就是世间人蒙昧无知的时阵，上帝并不检查，但是今仔日即马要吩咐逐位的人拢爱悔改。意思是，咱伫即个时代，咱愈来愈清楚，就是咱拢知影，会当透过咱伫小组、伫团体、伫教会内面的聚会，圣经顶原上帝的话语伫咱的生活内面，咱遮尔多的字，咱拢应该清楚，咱拢应该知影，咱拢应该搁较爱安怎，爱悔改，爱清楚，爱知影，无亲像六合迄个年代，伊对上帝有限的认识。对上帝的真理原则嘛无清楚，所以即个人合伊讲袂出的行为是安怎？咱讲不知者无罪。迄个时阵对上帝的大气力甲知识的认捌太少，所以上帝无责任。但是对于咱遮已经咱清楚知影真理的兄弟姊妹，咱会当用六合的例来诚侪咱讲袂出的行为，伫遐自我来辩护。伫即个时代袂使安尼做，知无？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圣经内面伊伫咧遐咧学好六合的信心，到底六合的信心有啥物款的特色？这就是咱今仔日牧师要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这个上帝欢喜的信心有3个真特别的重点。头一个重点，就是超越目睭所看的信心。这是咱这个时代爱来学习的，爱来经历，爱来体会。所以，六合对两个摊仔讲，我知影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赏赐互恁。伊知影耶和华将迄个地甲地赏赐互恁。所以当当时以色列百姓还未经过约旦河。这个小台嘛，还未开始仗也还没开始打，所以这个六合已经知影，已经相信上帝将迦南地赏赐互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一款超越咱讲的信心呢，亲爱兄弟姊妹，伊当当时，伊会当看到一款的信心，所以咱的目睭已经看到结果啊！即马对圣经的记载，其实咱看到结果啊，而且迄都无叫信心嘛，因为结果知影。迄变熟悉啦，但是还未发生，却相信一定会发生。哇，这是真大的信心。所以六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信上帝已经将迦南地赏赐互以色列百姓。咱今仔日看到这段经文内面嘛，安尼来记载，所以是因为上帝伫历史的中间的作为。所以，六合伊讲到2个历史的事件，今仔日咱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一个是40年前上帝互红海的水分开，互以色列百姓会当避过埃及的对比。第二个就是拄仔发生无偌久的，以色列百姓伫约旦河东打败迄2个阿摩利王，一个是西方，一个是恶，所以信心虽讲是无目睭无看到，但是安怎？是有根基的，因为咱因为历史顶悬真正发生过上帝对咱的作为，因为上帝过去伫咱身上顶悬有真侪恩典，咱相信上帝对未来的应允嘛袂安怎，嘛袂空空，因为伊是信息的上帝，信息的上帝，伊是安怎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上帝，伊继续保守帮助咱到底。这就是啥？这就是超越咱目睭所看过、看到的信息。亲爱兄弟姊妹，这是真无简单。虽然我知影这是真无简单，因为安怎？譬如讲咱咧讲嘛2位牧师团有咧讲看到异象，就是啥目标？就是咱3年内要变成做300咧聚会教会。我咧甲有兄弟姊妹就会开始了解
咱若偏开酒博，咱讲，咱即摆平均已经有到150个，甚至到咧到160个兄弟姊妹咧聚会，来去评看去评。这就是咱做阵来学习的信息，当然要付出行动，所以咱就有这个行动的宣告的切着方向目标，鼓励咱兄弟姊妹继续来学习，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学习。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也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大家的信心，咱看得到，因为信心透过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两个来开探亚里哥城的探仔，为什么进入大家的厝？当然这甲伊的职业有关系。咱知影伊的职业，大家的职业就是基督。迄个两个人以色列百姓，的人。无毋茫人知影讲，因来遮的目的是要来侦查敌情但是因佫真明显是对外地来青训人，所以进入到亚里哥城一定有人问讲你来做啥物？但是咱知影15人进入到基督的家，安尼咱就能想会当佫来要做啥物？所以对这两个这个派来的侦探来讲，进入到基督大家的厝是真好的安排。约书亚为着要了解对敌，派出这两位探仔来，相反亚里哥王嘛是神油的灯啊。咱若看经文内面，伊嘛有真多的感想，伫遐来试探敌情。所以对于这个基督入到的话内面，咱就会当知影亚里哥城的人拢知影以色列的人的这个气度，所以因真紧就有人通风报信，就讲有人进城爱注意啊！即摆伫咧大家的厝啊，亚里哥王马上派人去甲大家的厝要掠这两个人，所以大家面对着这个抉择啦吼，爱处理啊！伊要甲迄两个人的形状来甲掠伊的人讲吗？这属于若搞出来，就是大功一件安尼，真好这件事。但是这属于这个探仔。比掠，甚至出死。当然，上帝也会将这个地交予以色列百姓。上时，伊就甲亚里哥城的人做伙来讲，所以大家插门这个两个以色列的这个探子的行动，会识破，安尼伊就会冠上罪的迄个罪名。受到更较多的刑罚，甚至厝内面的人会接受连累，安尼伊到底要安怎样？所以，大家最后决定选择维护迄两个派来探子，伊的行动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显出上帝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伊是天顶地的上帝。无有行为的信心，咱知影是啥物？是死的。所以，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伫咧咱的日常生活内面，透过一寡方式伫遐表现出来，特别是透过愿意付出代价的行为来表现出来。我相信这几礼拜咱来这个咱看直播就知影幸福小组要做结束。咱对一开始有幸福小组一直到即马，咱一直看到上帝伫遮的无道友。变成做主内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到即个放纵有放纵内面有一个家庭的成员，因信主1年王角贤弟兄夫妇甲伊7个囡仔，我毋知影姊妹有即个印象因全家9个人伫咧旧年做伙洗礼，拄则迄两个双胞胎佫会姐姐，其他当然2平是咱的其他亲人，即个家庭徛在中华呢，伫遐来侍奉。伊嘛愿意谦卑接受做无共款的招集甲训练，甲1年的时间，因真积极的全家伫遐来侍奉。
当然是讲爱搁继续调整，我相信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同款。咱会当透过做无相款的见证，伫遐，这就是行为信心行为的表现。所以，就出来讲咱有行为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最后一点，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分享，就是我搁稳定得救的信心。我搁稳定得救的信心。人较信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伊相信信靠上帝稳定。毋但伊会当去着拯救，伊会厝内面的人嘛会当去着拯救。所以，六较迄两个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的探子提出一个要求，咱讲请求啦，爱因就抓，要恩待因全家，要拯救伊的爸母，兄弟姊妹一切属于因的。所以这两个探子因同意六较的要求的请求。但是因有一个相对的条件，就是安怎？厝内面的人拢爱挂啥？拢爱秘伫挂有红线的厝内面。因为亚历哥城人遮尔多，迄两个探仔哪有办法认出识人是伫厝内面的人？所以通好的办法就是将因兜的人集合一个所在，有清楚的记号，安尼因的性命会当受到保护。所以后来亚历哥城变地方的进程，六较甲伊的爸家拢先互带出去城市外口，全家得到救。这因为六较对上帝的信心。当然除了六较的信心以外，伊的厝内面的人嘛，愿意相信六较的话，因附伫咧一个有红线条的厝内面，即使因对六较的话。无相信，就敢若亲像当年天煞要毁灭迄个所罗玛俄摩列同款，罗得去甲因的囝婿讲，当做是一个笑话话，结果就被亡啦。使徒行传第6章31节，相信主耶稣，你甲你全家拢要得到救。这是咱常常要看到咱知影，但是新娘兄弟姊妹，你敢相信？咱来掠掉这个应允这是真侪上帝伫圣经内面的应允。当然有时咱用真侪知识伫遐来吸收，却无愿意用行为，也就是啥？也就是信心，已经甲咱三落地地，但是咱却安怎拒绝信心的同在？咱要开始做真侪的这个训练但是咱却拒绝迄个训练。有拄些人就是安尼，为什么？因为咱拢无愿意伫遐来改变，包括牧师嘛是共款。有拄些人若是无愿意改变，就伫遐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真清楚，拄则咱看到《使徒行传》16章31节，应允咱当信主耶稣，你甲你家拢要得到救。咱信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对毋对？咱信，但是安怎？咱却无愿意做改变，所以咱爱掠了这个应允，鼓励咱的厝内面的人。当然，咱爱要讲积极点，来信靠上帝。安尼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阵，咱就会得救。这个故事虽讲咱真看过真安尼简单，就是敢若亲像一个故事咧描述咱咧看。但是伫个即个内面真清楚，咱讲着，就敢若亲像即马，咱要面对迄个末世的世代的时阵，各种的病症，各种的即个瘟疫，国家中间，甚至国内面，拢有无相款的思考甲想法。所以伫遮，咱讲审判日子来的时阵，因就得到救。即个探子甲掠较讲。爱因兜的人拢秘伫咧挂有红线的厝内面，你想着啥物？换过者是毋是？换过一个故事。以色列百姓伫埃及的地面上的时阵，对上帝所实行的十灾的时阵，因安怎伫咧门顶悬安怎羊的血伫遐来涂抹会当闪撇。这个天煞的吉煞因得着，所挂红线，
伫个门楣甲即个涂羊羊的花共款，拢是咧有标耶稣基督伫死地顶悬所流出的宝血，伫遐拯救咱。都敢若亲像即个红线共款，耶稣的宝血安尼滴落来，安尼滴落来。主的宝血伫主的宝血内面，咱的即个过犯得到赦免，咱的性命得到拯救，来更新换新。这一切拢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啊！拄则我讲到两个难题吼，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咱有在较慢来思考过，上帝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基督来拯救迄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呢？为什么？为什么要用即款的故事即款的感觉咱看到基督这两字，伫个当时，我毋知影即摆的看法，但是当时是道德水准真低的人啊。伫当时，而且佫有一件互咱佫较着惊的一件代志。你若看即个马太福音第1章内面耶稣的即个伊的家谱的记载，咱知影，若较后来嫁互一个以色列人，伊的名叫做撒门，撒门是大卫王的祖先呢。伫马太福音第1章内面有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特别讲到即个撒门是对。六合色，生波阿斯，我来可以第1章第5节。所以，安尼的记载是要启示咱什么款的真理？亲爱兄弟姊妹，然后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有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真侪新的。这是一个真大的好消息。毋管咱过去的生活是安怎样软弱、软正败坏，安怎样不堪，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会当洗净咱一切的罪恶过犯。而且上帝是啥？是至无不救的上帝。伊要互咱一个全新的开始，咱会当甲过去的罪犯生活一刀两断，咱会当成做一个圣洁的器皿，互上帝大使用。上帝。阳光的国度，伫遐咱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就敢若亲像来较共款，伊会当成做以赛亚的即个族谱内面其中一个共款。你讲牧师这是真的吗？是，这是真的。亲爱兄弟姊妹，对你来合的心上，咱看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相反，上帝要伫你我的心上。成就这个工作，超过咱当所想象。咱即摆还未看到，但是咱来学习这款信心的功课，超过咱一定超过咱所想象。所以愿上帝将伊放伫内壳内面迄个信心赏赐互咱，互咱的信心会当超越来看见。互咱的信心会当产生真实际的行动，互咱的信心会当带互咱的厝内面的人甲四周围的亲戚朋友极大的祝福。咱做伙来向上帝献上即款的祈祷，愿主来帮助咱极大的信心，是毋是念伊就有？是安怎？是伫咱的生活内面一步一步建立起来。愿主赐福帮助咱。像三甲马塔的祈祷，向阮的主，我们要学到你，因为我知影你是圣洁，你是公义的主上帝，你会审判一切的罪恶，总是你将罪恶对阮的中间来除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你知影，阮无有一个人会当通过你的公义的审判，所以你为着阮避办一条出路，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互阮的罪会当得到赦免。求主毋但将迄个得救的信心赏赐互阮，也赏赐互阮厝内面的人，阮的朋友，阮的同胞，
叫阮若是因为信主耶稣会当得救，也会当因为信主耶稣，逐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主啊，阮对即个故事，希望也有侪侪会了解，因为阮的信心无够，求主怜悯帮助阮，因为阮对未来侪侪会事务代志，犹原无有信心，模模了了。主啊，阮将遮个事拢总继续交托伫你的内，求主帮助阮每一位在座的兄弟姊妹。当即马阮好得较真正面着对迄个信心的裂隙、信心的不足的时，主啊，求你加添搁较侪开力伫阮的心上，啊，帮助阮会当赢过迄个死因的宣告，看到真实上帝国的领头。搁一遍恳求你帮助阮、祝福阮，感恩有奉主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咱用圣诗460首，我的信心若无停，咱做伙来去回应主的呼召。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服侍人工。
他会从你。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重要的消息，请咱开始去做。来面当讲事奉甲自为咱做，啊奉献，请咱家己来注意。我来读本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仔日下晡1点要调开注意同董事会，请同工医生来参加。第二点，第一届的运动训练课报名已经结止吼。这个课程我来补充报告。咱倒务书啊，伊是规划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是3个月。咱即摆是第一个阶段。倒务书有讲，伊准备讲这个课程吼，上济就是一班12个人啦吼。咱来看内底啊，即摆咱开2个班，第一个是拜五，第二个时间是拜六，拜五下暗7点半到9点半。拜六的下午10点到12点，已经咱这2个班吼，拢超过，拢真踊跃吼，拢超过12个人。所以咱请咱兄弟吼，为着这个运动训练的课程，咱继续来关心内底。这届若无报名的吼，咱后届第一阶段若有搁开放报名，咱请咱第一个时间就来甲报名。第3点，教会负责校会要定于7月12到26。上溪国小、主办国小的品德营，欢迎邀请朋友的囡仔来报名参加。第4点，2024年的第3季甲第4季的每日现金税年，延期到今仔日。我手这本就是，大家这是本零售的手册啦吼。这本是200块，咱若有登记的时阵，咱家己负担100，到负担100块。这本零售的手册真正好，逐工拢有进度，拢有读经的进度。咱若照这本册读经的进度5档，咱会使甲圣经读8年。另外就是咱若下去周报的后面做一个 QR code，QR code 内底有一个读经网的分数吼，咱会使用咱的手机来甲扫这个 QR code，若袂晓，等下会使来问我。这内底这个群组吼，就是。咱教堂长老逐工拢会针对这个逐工的主题来分享伊的读经的心得，咱嘛会使伫遐内底来做伙读经，做伙分享，做伙成长。所以鼓励大家来登记这本每日灵经诗。第5点，台北中会要定期6月15拜二上午10点是像教会调开第73届第2摆的会议。咱教会牧师甲倒牧师，还有代志长老拢会出席参加。搁补充一个报告就是，咱即摆4组的协福小组吼，已经拢陆续结束。后主日啦1点的时阵，请同工处要召开协福小组的同工会议，请咱准时来参加。关怀内底的部分，第1点，要声明接受6月14号单独主办。95岁，要伫台南柳营教会的保会举行到告别式，请有着所来代表。咱嘛继续为着伫厝疗养转怎样来关心代表。第4点，咱为着教会1楼甲3楼礼拜堂整体维修甲奉献来代表。在牧师教会部分，拄仔迄个上回报告就是迄个运动训练，也请
各位兄弟为着这个工作训练来带到吼，因为这个长班已经满到超过本来的人数，所以尽量伫这个过程中间，参加工作训练来当做伙来学习，来去做上帝教会。再来就是四组的迄个务小组，到昨已经完全结束吼。那真感谢主，咱的教会有真侪人才，有有数，来当伫两长的礼拜中间有真好的礼拜。嘛真丰富的，嘛真感谢主，无咱教会有资源，有迄个同工来当参与伫迄个宣教的事工顶面吼，所以一个四组的迄个生活小组内底，有的同工实在是真参与真济吼，伊包括恁伫同组的内底来参加，嘛有真侪同工无参加受歌队，也是敬拜团来其他时间拢会当。真热心的参与哦，所以后礼拜邀请迄个每一组的经过小组的同工，礼拜结束了后，伫迄个联席来做伙来感谢上帝，嘛爱讨论就是爱来关心的迄个辅导员，迄个 best 怎样会当互伊真顺遂的来到教会来做礼拜，所以葡萄树小组较简单就是迄个传福音了后。伊就是真主动的，就是去迄个葡萄树小组哦。过来，咱有迄个橄榄树、橄榄树嘛，真主动会继续在橄榄树里面哦。较特别的就是迄个社长的小组，过来就是我牧师甲其他大家合作会去做哦，因为我们没有母组的，所以咱伫管修迄个辅导员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牧师去做吼，有三四个迄个关心的人，伊差不多想要了解福音了，毋过已经结束了。所以咱最后一摆的时候，其实哦，本来迄个屏幕小组伫开始的时，邀请大家吼，大家拢感觉有一点仔重大哦，就是我可能无确实逐礼拜拢来参加，毋过昨日感谢上帝，就是咱大家已经感觉做唔到咧，已经爱结束，所以咱继续不忙迄个大家继续来关心迄个辅导员，所以怎么样来帮助他成功的进到教会做礼拜，成功的来到小组得着牧养。那最后当然不忙伊家己面对上帝，若是有感动，来报名来领受洗礼，来才做教会的。一个人吼，所以后礼拜就是迄个牧师组的同工，请大家来做来斗阵来讨论来参加，多谢。主播方面的报告的部分，咱请咱家己来注意效益，然后警察请咱教会会议来改进来修改。咱即摆来做伙读本周的经部，约书亚记第9章1节，约书亚记第9章1节，做伙来读。关节是上你们也有。请咱来认识上面的信息511次，俄勒上帝至关至尊，俄勒上帝至关至尊，咱继续来念传授。
眼睛要治疗了。看有一定的意思吧，